马拉基书第4章，上主的大日子。上主万军的统帅安尼讲：恁看，日子得要到，迄日会亲像跌倒的火炉，死到所有自果甲作恶的人，拢会亲像麦果，互迄色甲连根甲枝都拢无去。毋过，恁遮的敬畏我的人，公义的日头会出现甲恁照，伊的光有伊伫的功能，恁会亲像牛公仔出牛潮，噗噗跳。上主万军的统帅讲：伫我采取行动迄日，恁会吞大邪恶的人，亲像跌打骹的土粉。就会记伫我的仆人摩西的律法，就是我伫何烈山吩咐以色列人着遵守的规例甲命令。恁看，伫上主迄个大甲通行的日子来临以前，我要找遣先知以利亚去恁遐，伊会互老爸的心转往囝儿，囝儿的心转往老爸，接延我来的时，彻底毁灭这个地。